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，中國喺11月11號嘅網上購物狀況較以往淡靜。喺街頭訪問大陸市民，佢哋都顯示一種冷靜嘅消費態度。呢種現象有別於以往商戶熱烈吹噓嘅雙11購物熱潮，雖然反映中國以至香港經濟蕭條，但係又未必只有壞處，反而可以把握契機，另闢蹊徑，提升人類整體生活質素。考究一下雙11成為節日嘅來歷，對呢樣嘢說法不一，似乎來自中國嘅大學。90年代，大學生喺討論間發揮一代表單身，於是4條1嘅11月11號就成為光棍節，成為單身人士慶祝社交嘅日子。後來電子商貿平台借光棍節為促銷節日，好似講緊你單身啊，既然冇節目，就用買嘢嚟排解寂寞啦。於是喺11月11日前後，網購平台推出優惠，鼓動消費。喺中國大陸亦形成雙11瘋狂購物嘅風潮。BBC 指出，中國政府向網購平台推出反壟斷、反996等監管措施，加上經濟疲弱，自2022年起，淘寶、京東兩大網購龍頭唔再公布雙11期間銷售總額。多過一名受訪者話，折扣吸引力唔似舊時。網購平台近來提出嘅減價，只不過係標示嘅原價比平時高，再聲稱減價，最後冇比平常平幾多。其中有受訪者又話自己媽媽買咗大量嘢，而嗰啲貨物係廁紙、洗衣液，囤積喺屋企，短時間內用唔晒。咁樣表示，即使部分消費者喺雙11大肆購物，如果嗰啲貨物能夠儲存，會降低往後短期內嘅銷售額，對網購平台同經濟未必帶來長遠利益。仲有受訪者表示，以前係中意買就買，而家係真係需要先買，認為確實係消費降級。就喺 BBC YouTube 頻道影片下嘅留言區出現唔少簡體中文，講述個人喺大陸網購嘅狀況，估計係喺中國翻牆上 YouTube 嘅網民。佢哋大多反映而家中國人轉向理性消費，購物氣氛的確唔夠以往熾熱。另外有網民表示自己躺平，盡量減少消費。又有人話而家網購渠道增多，分散去直播主帶貨、超市自行經營嘅網絡平台等等。小市民減少喺大型網購平台買嘢，亦即係中國民間運用靈活嘅經商頭腦，推陳出新，消費者又揾到替代品。降級消費同類替代，一河之隔嘅香港都有類似境況。港式快餐大亨大家樂發佈中期業績，發出盈警，預告中期純利按年大挫65%至到70%。大家樂話港人外遊消費成為常態，入境旅客消費疲弱，令週末、長假期同暑假等傳統銷售高峰期客流量明顯下降，加上市場上低成本營運模式興起，令銷售表現更趨波動，盈利受壓。呢番言說前半部分可以話不着邊際，事關大家樂嘅主要客群本來就係本地基層市民同埋日常膳食，例如上班族食飯。港人如果唔外遊，大家樂喺佢哋心目中只係解決膳食嘅場所，消遣就唔喺嗰度嘅。入境旅客窮遊，佢哋就唔係主要客群。後半部分先值得注意，低成本營運模式興起，就係市民轉移買兩餸飯，都唔幫襯大家樂呢間傳統快餐龍頭。驟眼睇嚟，買兩餸飯取代到大家樂食飯係降級消費，其實係同類替代。2020至23年，市民受制於失智抗疫政策，已經將外賣列為其中一個出街食飯嘅選項，而唔係一定要喺食肆堂食。消費者可以睇下兩餸飯店裏面所製成嘅餸菜，先決定買唔買同埋買乜嘢款式，唔似喺大家樂叫餐好似冒險咁。加上香港市民年年埋怨大家樂嘅食品質素江河日下，反映大家樂提供嘅服務唔切合消費者期望，咁樣錢由大家樂集團流向各間小型兩餸飯店，理所當然。大膽設想，香港人會唔會更進一步，增多自己煮飯，連兩餸飯都取代或者減少購買呢？如果去歐西國家旅行，成日見到有人自備午餐，只要唔對環境、商戶、旅遊地點構成麻煩，夾一份三文治喺公眾水機裝水就可以解決一餐，絕對係選項，冇人干涉，係合乎禮節嘅窮遊。喺外地已經可以咁樣，喺本地咪就有更多有利嘅條件。香港人唔得閒煮飯，一直所持嘅理由係工時太長。而家好一批食肆提供嘅服務唔好，消費者大可以唔買佢哋嘅產品，
加上香港經濟同大陸同樣蕭條，又有 AI 逐步取代職位、裁員、減省工時持續。過往港人夢寐以求嘅公餘時間，竟然由經濟不景嚟俾我哋。炒散兼職，公司安排員工每星期放1日冇薪假，比比皆是。工作地點由辦公室轉到屋企嘅爐灶，部分已經可以得到實現啦。就算唔可以每日咁樣，可以煮一餐就一餐，約埋朋友出街食飯。既然已經選擇唔多，但係可以仿效西人，自製膳食，隨意春芳歇，皇孫自可留，有望獲取使錢以外嘅愉悅體驗。有人會懷疑人人減少消費，經濟會日益蕭條。首先要辨清問題嘅本末。中國大陸姑且唔講，而家香港嘅狀況係，就算市民有錢，都拒絕用喺物非所值嘅地方。佢哋從心底認為好一批產品根本唔值得俾錢買。假設有人膽敢規勸佢哋千祈咪節儉，仍然無法迫使佢哋喺大家樂買多幾客大不如前嘅焗豬扒飯。再講煮食會帶嚟經濟效益，先係採購新鮮食材廚具。入廚經驗越多，越會挑選食材同用具。就算未必每個消費者都會追求頂級同埋貴價，其中仲係蘊藏巨大嘅購買潛力，視乎聰明嘅商家點樣開發。快餐變廢餐，食客轉賣兩餸飯。電訊魔同王維基早前亦痛定思痛，此言大力發展網購，打倒實體店鋪。華人有所謂，民以食為天，胃口奔馳，食字當頭，消費者同商人都總會揾到出路。11月11號放諸全世界，較多人紀念嘅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前英聯邦地區列為和平紀念日。比起無所用心揈錢，煮簡單菜肴，安靜紀念英靈，展望人類未來，更加可以消解寂寥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